大家好，P 到咁今日咧，我就會介紹呢個咧，應該係港鐵出品嘅港鐵 logo 啦嘅 M Train 嘅行李牌。咁其實佢有私稱嘅，只不過嗰個咧就有兩個喺其中一啲天地買咗。咁咧，因為咧 M Train 得翻一個，個私稱有兩個，咁所以我就係買 M Train 啦。仲有嗰邊仲有港鐵站卡圖嘅。咁咧呢個 M Train 咧，其實佢呢度咧有啲建築物比較大啊，呢邊好似香港島，呢個全部香港島噶。咁呢個有堅尼地城啦，最新嘅莫稱最新堅尼地城。咁睇唔到啊，撳一撳下先，撳反光先。車廂編號068，佢個 logo 係橙色嘅，橙色正常紅色。呢個港鐵 logo，然之後路軌咧38蚊嘅話，騎咗啲嚟買。仲有港鐵站卡度嗰度，全部500蚊。佢好似咧而家做緊7折，咁7折就係350啦嚇。咁佢一張10蚊。佢嘅用途就係購物袋上面掛，書包上面掛，旅行袋上面掛，仲有呢個可以攝你個 link 卡落去，仲有一個佢呢度冇提就可以攝八達通嘅，係可以攝嘅。咁好啦，拜拜啦，大家。